2026年屬虎嘅朋友嚟到馬年呢，因為冇吉星嘅拱照呢，整體嘅運勢呢就係普普通通啦。幸好呢有歲合嘅幫助噃，因為人午戌為三合，因此呢屬馬同埋屬虎嘅朋友呢關係非常密切啦，有半合嘅情況喎。半合呢等同呢有半個嘅貴人星同埋桃花星同太歲冇有鬼鬼嘅情況呢，有太歲嘅加持呢，整體嘅運勢呢又唔差到去邊度啦。凶星方面呢就有4粒啦，包括呢子背、白虎、大煞同埋飛廉噶。事業同埋呢個財運方面呢，因為冇吉星嘅支持下，整體嚟講呢唔會有太大嘅發展。但係好彩呢就係有呢個歲合嘅幫手，咁啊人際關係方面呢其實係唔錯噶。今年呢多啲交際應酬或者搵到新嘅機遇，在職嘅朋友呢亦都要注意一下，因為呢有呢個子背同埋白虎嘅影響呢，官非小人呢個問題呢容易出現嘅噃。所以呢今年呢最好係經濟呢發一發小人，咁呢萬事就如意啦。感情運方面啦，屬虎嘅朋友嚟到馬年呢，因為冇正桃花星嘅入住啊，咁呢有半粒嘅桃花星就係歲合啦。咁人際關係同貴人星嘅加持下呢，其實呢透過中間人或者一啲聚會呢，可能可以結識另一半嘅。另一個方式呢就係加強今年屋企嘅東南面喺呢個位置呢擺一對鴛鴦，有助於呢你嘅桃花運嘅噃。健康運方面呢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有白虎星、大煞同埋飛廉，咁一啲小意外啊，同埋呢一啲小手術呢要特別注意啦，因為有白虎星喺度，唔多唔少呢都會有啲影響嘅。白虎星咧喺職場亦都係代表女性嘅一個小人嘅噃。總結，屬虎嘅朋友咧喺馬年嚟講咧，整體嘅運勢咧就係普普通通。咁啊，多利用歲合嘅能量咧，太歲嘅加持咧，多啲應酬下，可能有新嘅機遇出現噶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因為有子背同埋白虎星嘅影響，咁咧小人咧都會不時都會出嚟嘅噃。大家嘅方式咧頭先講噶啦，咁樣整年嚟講咧就可以平平安安啦。最後祝願屬虎嘅朋友咧人緣好合，貴人扶持啊，一齊嚟接福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